新聞報導係每個台必有嘅節目。最早期嘅麗的映聲開台嘅第一晚就有本地新聞同國際新聞時段。梁淑莊、劉家傑、蕭若元亦都有報導過新聞。到咗80年代，兩台嘅新聞報導員都係沿用返各台嘅記者兼任。由於新聞報導員係代表整個電視台新聞部嘅專業形象，所以佢哋一舉手一投足都要正正經經，談吐得體。所以坐得喺廠報讀新聞嘅都係經過千挑萬選，咁先至見得人㗎嘛。股市一間酒店火警。李燦榮85年加入亞視新聞部，之後轉職至無線電視。除咗主播之外，更加成為一連串時事節目嘅主持、編輯同埋監製。雖然佢而家唔再係主播，但係仍然喺唔同嘅媒體度出現，為自己開拓另一條出路。張慧慈當初以自薦嘅方式加入有線電視，成為新聞主播。加入亞視之後，仲會兼任其他節目嘅主持。除此之外，張慧慈會喺報紙度寫專欄，又喺網站幫人解答難題，仲出書同讀者分享佢嘅經歷，認真係多才多藝。鄧景輝有新聞王子嘅稱號，擔任主播期間，鄧景輝得到唔少嘅 fans 支持。喺近年，佢離開亞視之後，轉任無線電視同埋香港電台嘅節目主持。喺以前打開娛樂雜誌都係關於一啲藝人嘅消息嘅，但係咧近年嚟越嚟越多關於新聞主播嘅消息啦。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咧係越嚟越省鏡，就好似我哋呢部分嘅3位嘉賓咁，鄧景輝、張慧慈同埋李燦榮，歡迎你哋啊！係一班主播嘅明星嚟㗎。係啊，有王子之稱。所以大家好熟悉啦，尤其新聞王子鄧景輝啦。因為佢哋幾位大家都好近。點樣得嚟㗎？呢個嗰陣時其實啲人嘲諷我啫，話我即係做得唔係咁好。冇人反對喎，但係咁啊，即係㗎啦。呢個等觀眾去評啦。普羅嘅市民咧、大眾咧都非常之即係受落，覺得呢一個稱號咧同你係好啱。唔係佢哋幾位大家都做得。咁另外有位王子喺度嘅李燦榮，我有冇收到 fans 信啊？無線嘅新聞王子。我唔多嘅，但係即係如果喺阿鄧景輝身邊咧，我忙叔㗎啦已經。因為咧當年其實我喺亞視同佢咧叫搭過好短時間，其實係我做主播，我離開嘅時候跟住先係鄧景輝嘅。係咁所以叫做即係跨咗一代。嗱，唔好話搶你嘅嘢做啊！你個綽號又點樣嚟嘅咧？李燦榮，你嘅新聞王子綽號又點樣嚟嘅咧？我啊，鄧景輝就有位化妝阿姐幫佢講。你有冇一個特別嘅綽號咧？嗱，其實咧應該咁樣講，我咧就點？如果話有係點嚟咧，咪就係開始有啲咁嘅王子，啲人話你咁你係咪啊？咁啊，於是乎人傳乜？咁你係咪咧？咁啲人就有個疑問咧，就當咗係咁解嘅啫。咁你兩個係直接嘅競爭對象嚟㗎。唔係，我哋好友嚟㗎。我哋互相支持嘅，互相支持。係啊，嗰陣時嘅訓練啊，或者高層嘅要求，有冇話真係唔好有咁多表情啊，唔好擺私人感情落去啊咁。OK， 即係我講以前嗰套係點樣啦？譬如話亞視年代，我80、90年代嗰陣時做啦，嗰陣時追求一樣嘢，就係話亞視同無線可以有咩分別咧？你要贏無線啊嘛，commentary 俾 comment，於是乎咪造就咗一代嘅龍門陣咯。係啊，OK，去到無線啦，佢要求嘅係咩咧？另一樣嘢就話我必須要係主任 all above， 即係你要採訪好多年嘅經驗，我相信你。咁解，咁所以咧嗰啲先去做主播，咁即係嗰係即係由內在咁嘅要求咯。咁我見到就係呢個分別。係 Cable 係24小時嘅新聞台咧，始終同兩間免費電視台唔同，佢一定要有專業嘅主播喺度。即係如果你講開主播咧，就係因為我譬如免費電視台做過啦，有線電視台做過啦，我會發覺一樣嘢就係最唔同嘅地方咧，我哋係有好重視嘅 training 嘅，喺有線嗰度，係啦，係個培訓係好犀利。因為譬如當我新入去有線嘅時候咧，我冇報過新聞噶嘛，我係1個月時間返工。淨係訓練㗎咋，我訓練就係出鏡啊，係啦，又出鏡係啦，你嗰個報新聞啦、咬字啦、讀音啦，特登真係有位廣東話老師嚟教你去讀音啦。訓練你喺幕前出鏡嘅一個訓練課程，但係就 for 呢個主播啦。係啦，但係至於呢一班嘅新人嘅要求，未必一定要你讀過新聞嘅，未必一定要係有呢方面經驗嘅。係啦，唔需要嘅。咁所以就係一個明星化嘅開始啦。當時咁幾個台啦，邊個台即係最闊綽咧？邊個係最孤寒咧？
你哋都做過下不如啦，張跳過。係咪嗱？係咪一跳槽一定係啦？多啲人工你有線跳過嚟，會唔會人工係哇 double， 所以可以引到你過嚟亞視啊？我諗底薪亦都好吸引啦，同埋我都講翻就係亞視咧，真係個彈性係好大啦。譬如可能頭先聽阿榮講啦，無線嘅製爪係好犀利㗎，好犀利。而亞視譬如我嚟到呢度嘅時候咧，我除咗做新聞啦，我有好多其他節目都可以做。哦，係啊，其他節目咁我亦都係計 show 㗎嘛。咁李燦榮嗱，你早期喺亞視再跳去無線，咁嗰陣時嗰個跳槽啊，嗰個嘅薪酬係點樣？係咪好好多？嗰個年代其實我中間經歷過一週刊嘅半年，咁就我用80、90年代嚟計咧，我諗無線同亞視起碼爭30%。即係我即係啱啱入行嗰陣時候啊，即係我舉例，譬如我喺亞視，我收4000蚊咁先算啦。無線大概要收到5000至6000。咁你咁樣跳咗過去無線嘅人有冇杯葛你咧？無端端唔會喺隔離，因為做無線嘅人好明白咧，喺個人工裏邊咧有1/3係受氣嘅，俾人鬧嘅，好嚴㗎係嘛？好嚴格。係我鬧你咪鬧你咯，我俾得咁人工你嚇。咁係�鬧你。咁呢度唔係話亞視，喂捱下義氣啦。嗱，你翻個老細咁樣講啊，呢個真事。包雲龍先生咁話：燦榮錯咗，等一間唔忘記咗佢。咁樣同我講啊，就唔係鬧我㗎，唔好掛住呢啲事，呢啲小事嚟㗎。咁你點同？屋企人一樣係嘛？而家跳槽咧，再唔係藝人嘅專利啦。新聞主播咧，亦都興幾個台咁樣跳嚟跳去，好似喺我哋呢度3位嘉賓咧就係啦。咁個個都有啲跳槽經驗㗎，同我哋分享下啦。我自己嚟講咧，嗰個回報都唔係第一個選擇。但係咪大家都係試到唔同嘢，困到唔同嘢咯？係咪大家都睇中你呢個新聞主播嘅專業形象，所以即係咁多唔同範疇都揾你啊 ？IT 又揾你，港台又揾你。我諗做主播咧，首要條件入到屋啊，即係話入到電視屋，即係電視唔同階層嘅朋友咧都可能留意到，亦都係起碼有部分支持度先。咁變咗咧，佢困唔同嘅嘢咧，可能容易啲都未定。但係我亦都唔覺得話香港點樣係特別錫嗰啲新聞主播喎。我唔覺得呢樣嘢喎。係啊，外國你會譬如Connie Chung 啊、Peter Jennings 啊，咁嗰啲全部高薪噶嘛嚇。Dan Rather 未退休之前都好幾億元70幾歲都可以做主播，都係好尊重個行業。反而我覺得咧，香港係缺少呢個咧，香港始終唔肯咧將個新聞主播明星化。咁啊，李燦榮咧，我94年離開亞視，當時咧有個可能大家知或者可能唔知嘅就係有個秘密協議，亞視同無線因為有線開台就話。如果你邊個台都好啦，要互換嘅話，半年過冷河期。我就係其中一個受影響嘅人。咁我喺94年離開亞視，我喺過咗去就去一週刊做咗半年。咁我一週刊嗰份工係電視台幫你安排啊？唔係啦，係一週刊當時適逢其會因緣際會之下揾我嘅。但其實你嘅新聞諗住跳槽㗎啦。咁如果你去唔到一週刊，你嗰半年就係即係我都會走嘅。我知，但係咁就冇收入㗎咯，嗰半年係。唔係嗰陣時再諗啦，因為當時有一個好有趣嘅誤會，就有一次去老細嘅屋企BBQ，咁突然之間咧佢收咗個電話，咁個老細一口咬定係香港電台嘅人打去揾我去挖角。但係其實嗰個唔係，即係佢誤會咗。咁啊自此之後咧，佢對我好差。咁啊之後點解咧？人哋嚟挖角應該對你好啲留驚你走咗。佢好老實咁樣話俾我知，嗱你咧，我話俾你知，你過唔到無線嘅，你過冷河嘅。我點解對你咁差咧？因為我知道港台挖你咁樣，佢講到明俾我知喎。係佢因為講到明俾我知，我話對唔住啦，老細，我要走，我一定走。所以就你喺度9年，你都要走。走，因為佢都話到明呢個話啫。係，但係你有冇嘗試解釋話俾佢聽？唔使解釋，即係但係佢後尾即係10年後咪只係誤會咯。哇咁啊！我話俾佢知，真係誤會。咁即係而家冇嘢嘅。你係走咗先至去揾無線，或者無線揾你？嗱，我走咗之後，無線先揾我。亦都係就係你哋之前訪問嘉賓阿梁家榮。就咁我咁樣入咗無線，經歷咗我10年。咁啊，各自有唔同嘅發展。介紹下自己做而家做緊咩？李燦榮嘅 title 咧，真係我都嗱，我俾1分鐘你。OK，嗱，我而家做緊嘅嘢咧，有一半係同傳媒有關嘅，電台開咪啦，電台嘅電視部做緊傳媒春秋啦，另外咧就係 Now 嘅大明大放啦，內地個點心衛視有個叫解碼珠三角啦。跟住我有接拍廣告啦，有做 MC 啦，咁另外咧就係喺傳媒裏邊咧會寫書啦，咁另外就有寫專欄啦，呢個一半啦。另外就係做 training 啦，training 咧就係跨境跨媒體啦，又叫 media training，教香港嘅官、內地嘅官點樣面對傳媒，教減壓啦，教溝通啦，教記憶啦，做 team building 啦。咁另外就啱啱新近啦，就教推銷。咁請問你張卡片咧，李燦榮，你個 title 係印咩咧？我其實諗過就改3個字。
自由人。自由人係嘛？邊得咁多時間啫？你淨係諗下，你數10隻手指數唔晒。哦，因為咧，我其實教人咧就有幾樣嘢教嘅。第一樣嘢咧就叫瞓得少，第二樣叫睇得快，第三個叫記得多。咦？呢3樣嘢我都有少少喎。阿燦其實真係做到先得㗎。阿燦最強項咧 time management， 好得懂得運用嘅時間嚇。咁啊，阿燦做緊嘅嘢其實咧，基本上啦。你都做緊，我都做緊。你哋係咪直接競爭對象啊？唔係，某啲時間我哋絕大部分時間我哋互相支持嘅。係，咁你都係做緊。我淨係冇幫手包點心嘅啫，其他嘅我都有點過嘅啫。你又寫書啊？係。都有撰稿啊，有唔同嘅 training 啊，有唔同嘅傳媒運作啊咁咯，都係呢啲唔同嘅嘢。但係我覺得咧，譬如話以前做主播經驗啦，譬如話我哋入到屋啊，去表達能力嗰個技巧啊咁樣咧，呢啲咧其實有好多企業咧都係啱佢哋嘴型嘅，佢哋需要唔同嘅訓練嘅。其實我而家最大得到嘅咩咧係自由，咁然之後咧正話所講嘅咧，其實都唔係我主要要做嘅嘢，嗰個係基本維持我一個收入啦。咁但係我而家可以做到就咩咧？我覺得我可以抽到譬如1/10嘅時間，我去大學講拖，嗰啲都係唔收錢啦。咁然之後我係就係帶呢個信息啦，就係當你未有錢、未有權、未有勢、未學識嘢嘅時候，你已經決定你抽你10%嘅時間，愛嚟幫呢個社會。係，就係。咁我而家做到嘅就係呢樣嘢。薪火相傳嚇，係咯。咁啊，周慧慈咧？我覺得譬如係做新聞主播可以幫到我，就係個舞台感啦，即係嗰種感染力啦，即係你可以感染你嘅學生啊，同埋點樣可以喺個舞台上邊嚇對住我，因為我哋講嗰個 seminar 個 talk 啦，係講緊幾千至1萬人，你點樣可以將一種咧，即係你自己獨有嘅感染力，同埋你自己所得到嘅嘢嚟到傳遞俾對方。通常一個 talk 係幾長啊？有長有短嘅，譬如我哋講緊幾千至1萬人嗰啲咧，就係講緊1個鐘頭一堂。直踩係啊，一個好大嘅 grand hall 咁嘅，佢哋有譬如可能成公司啊，全中國嘅公司都嚟晒，集中晒同一個位。一個人講1個鐘頭。係啊，佢一日接觸過新聞工作啦，佢喺唔同嘅崗位都好啦，未來嘅日子都好啦，佢都係想 making a difference 㗎，希望能夠改變到呢個少少嘅社會。咁即係話咧，譬如話阿燦啊、慈咁樣喺唔同崗位度咧，我哋都嘗試即係 carry 翻呢個信念咯。你自己咧？譬如話培訓啊。教好多人啊！同啲學生哥傾下偈啊，去到唔同嘅志願機構嗰度講學啊，分享我哋經驗啊，呢啲再切身嘅感受咧，係同新聞主播唔同嘅。新聞主播喺個電視嗰度去 broadcast 一樣嘢，去講一個信息。但係做新聞主播嘅時候，嗰陣時儲落嘅關係，而家又用唔用得翻？因為你嗰陣時會接觸好多唔同層面嘅人啦，有啲有權有勢啊，有啲咧就即係可能會有好多嘅窿路啊咁。幫唔幫到你而家？我諗新聞主播咧，想即係可能講故事清楚啲。係以前識落嘅關係，我諗即係第一陣可能用到，但係跟住咧都要靠自己嘅努力。人在人情在係嘛？而家仲有冇人揾翻你哋再做新聞主播？有冇人即係要求啊？請翻你出山咁樣？我就冇啦，但係即係以前嘅會有幫助，但係已經唔係我主要發展嘅範圍。我而家係會唔會再做啊？神州大地。張慧慈話暫時唔做啫喎，即係我諗個卡片自由人呢3個字會維持到未來。哦，即係唔會再做主播，永不回頭。張慧慈暫時唔會啦。如果單單讀新聞就唔會啦，但係唔同嘅傳媒電視工作咧，其實我哋幾位咧可能都有接觸。即係主持嗰啲，我哋大家都有。但係讀新聞嗰樣嘢，即係話比較單向式嘅嘢咧，係已經未必係已經係跨越咗個環節。曾經滄海難為水。同3位傾咗咁耐咧，就會睇到其實唔單止係藝人啦，佢要不斷增值啦。做一個新聞主播，你不斷增值咧，其實你嘅出路係好大嘅。好似3位咁，哇！直情已經係散播出去咁啊！阿燦咧就比以前闊啲，就諗住去神州大地添。咁啊，所以其實最緊要咧都係自己有真材實料，同埋咧肯上進增值自己嘅。係啦，咁喺度咧就再次多謝晒我哋今日呢度3位同埋正話4位咧，總共7位嘅新聞主播今日上嚟傾偈啦，令我哋咧即係清楚好多不為人知關於新聞主播嘅嘢嚇。多謝晒，好，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跟住落嚟係播映《情繫中華奧運英雄》。